為咗縮窄數位鴻溝，並透過科技賦能基層婦女，我哋舉辦咗為期2個星期6嘅自在生活 AI 影片創作工作坊，地點喺香港家庭福利會婦女及家庭成長中心。對好多參加者嚟講，初次接觸 AI 世界，難免感到有啲怯，但佢哋渴望融入現代數位生活，與時俱進，跟上屋企人嘅科技腳步，並探索全新渠道，施展創意。喺幕後籌備階段，我哋嘅團隊為呢幾日注入了滿滿嘅心意，從設計、筆記、打包禮物袋，到手寫30張獨一無二嘅鼓勵心意卡，每一個細節都精心打磨，為嘅就係令參加者從一開始就感到備受支持。喺呢2堂入面，現場嘅氛圍都非常熱烈，佢哋對學習嘅渴望同熱情完全超乎預期。從掌握基礎拍攝技巧，到喺 Gemini 輸入創意提示詞，以及喺 CapCut 編輯影片時間軸，佢哋都以無比嘅熱忱擁抱每一個挑戰。仲有佢哋嘅創意，簡直令人驚嘆。借助 AI 圖像生成功能，參加者創作出好多富有想像力嘅故事，既有溫馨嘅香港家庭之旅，亦有遨遊宇宙、穿越時空嘅冒險。衷心感謝各位優秀嘅義工，以及每一位成就呢趟旅程嘅你。我哋攜手並肩，唔單止傳授咗 AI 嘅使用技巧，更為佢哋建立自信、傳遞溫暖，印證咗學習永不設限。感謝各位。